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不能肚餓嘅頻道。今日同大家試嘅係華星冰室，佢哋係香港連鎖茶餐廳，主打用心做好炒蛋、奶茶，一齊嚟試下好唔好食？華星冰室有好多分店，以灣仔同旺角分店最多人排隊，不過當然都要睇下咩時間去啦。今日就嚟到筲箕灣分店，呢間分店嘅營業時間一般係上晝7點至下晝5點9，有時或者會唔同。觀眾你哋記得留意時間啊！佢哋嘅裝修喺牆上貼有明星簽名、電影海報，增添店鋪風格。溫馨提示：星期六日同埋公眾假期，佢哋嘅飯類嘢食，例如燴飯、焗飯會暫停，而炒意粉2點後賣晒就冇，記得留意。影片係全自費製作，希望觀眾你可以訂閱支持啦。第一樣食嘅係特餐，揀咗沙爹牛肉出前一丁，配雙腸炒蛋多士。同一般茶餐廳唔同，華星嘅多士厚身啲，表面看得啱啱好，令到多士嘅外層微脆，但中間依然保留咗白麵包嘅麵軟同水分。而多士中間搽咗厚厚嘅牛油，多士夠熱，牛油可以滲入包裏面。華星嘅炒蛋非常出名，炒蛋份量都算多，口感非常幼細嫩滑，大約8-9成熟半凝固狀態，有光澤而且濕潤。炒蛋有牛油同雞蛋香，好好味。腸仔經過炸爐炸過表層，所以特別香。沙爹醬夠香濃，牛肉夠腍身嫩滑，算係出色嘅沙爹牛。麵底係出前一丁，麻油會分開俾你，記得加落去個麵度啊。出前一丁麵底煮到啱啱好，加埋沙爹汁同麻油香，呢個熟悉嘅味道，簡直就係慰藉心靈嘅食物。第二樣食嘅係老外套餐，感覺就似全日早餐，食嘅嘢有煙肉、茄汁豆、多士、炒蛋、粟米、薯餅或者魚柳，麵包一樣鬆軟，粟米就非常普通，冇用牛油煮過。薯餅炸到超脆，要炸到咁脆，炸嘅時候油溫一定要夠熱，就可以避免薯餅吸晒啲油或者油淋淋。至於飲品，要咗凍奶茶同埋凍檸茶。杯凍奶茶茶味比較薄啲，之前喺灣仔分店飲過，記得茶味好濃好香㗎。至於凍檸茶嘅茶底，我都覺得唔太夠香。不過我叫咗少甜少冰，佢真係做到薄薄一層冰，而且甜度適中，抵讚。順帶一提，繁忙時間需要搭台，距離會好近。總括嚟講，用餐環境同食物都充滿住冰室特色。炒蛋同多士依然好食，但感覺上灣仔分店水準好似穩定啲。影片係全自費拍攝嘅，好多謝你可以睇到嚟呢度。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嘅話，希望你可以幫手訂閱。觀眾你嘅支持就係我拍片嘅最大動力啦，好多謝你。